在已经进入2人世界，我们是打扰不进去的。今日你黑公羊的发奖金要本满意。用好感爱男美女做我们的嘎，错的，好感爱男美女都很疼老婆，可是新一代的不一听啦，新一代的不一听。哦，找代你的口红颜色用的不错。你在撩妹吗？哎，我这个用可以马改涂一个用啊。那是你的心头肉啦。哦，你们怎么可以炒若鱼？你们变成偏流了。滴滴水，水。哦，谢谢若云。还难都冇得讲，要查哦，谢谢李师傅。跳改，太官方了。Hello， 各位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还有所有现场嘅乡亲朋友，大家好。本阳薯开，一家之主。感谢民族。感谢壮把枪。应该是破音。被发现了。最近很用嚟跳無限嘅。係啊。好啦，先嚟小記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一到 V 嘅係盧俊斌盧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盧師傅。歡迎。還有李子亮李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子亮。歡迎，今日呢來到新竹歐米亞島 V， 我非常的喜歡峨眉，你知道為什麼嗎？歐米亞島 V 好有我很多朋友都在這，而且還有一些音樂人，譬如說那個阿濤哥也住在這裡。各位啊，還有一的朋友，像阿華師最近很紅的阿華師，很多名人哦。講到歐美哦，我也算是還蠻了解哦。哦喲，嘿，那去年嘅時節是到歐米主持那個12寮的漫漫生活節。哇。不錯吧？動漫嗎？嘿，慢慢主持，哎呦，主持2年啊！我講到也很指標性，是第1屆的客家藝術季。這個客家藝術季是我們的文藝復興運動哎。故說呢，獻帝其中一個 V 手就是歐米，代表這個地方很有復興的潛力。係啊，等一下慢慢讓我參賽者好好來聊聊看。冇問題，稍後嚟呢就來分享到今日嘅潛水站，感情當好嘅兩公婆來分享到係用錢太高，反應太輕。歡迎。還有咱朋友今日分享到嘅係阿 Q 啊，然後外甥，我們的黎明生還有趙若雲。歡迎，歡迎，你們的組合很有創意哦。好，先來看看我們這邊哈，兩公婆感情當好誒，用錢太高，反應太輕。之前有看到嘅立 Q 年節目嗎？有，快點去當上參加呢。我說你們看到你節目都天使裡面前做出來啊，都好搞。真的，今日總算來參加哈。好，可是。講到正經呢，我們在歐米亞島邊呢有乜嘅特色？問一下好了，我們聽說若雲哈，其實本身對歐米哈蠻了解的，然後跟大家講解一下。就是在峨眉，它是有一個活動，就是台三線的一個藝術節，然後它就是以一個好慢好浪漫做一個主題，然後它有很多攤販啊，或是會有請一些歌手來，就是一起幫我們做這個活動，這樣子很好玩啊，然後也有很多吃的這樣子，就都有像個文創的一種音樂節的感覺。咁而家島邊有嗎？歐米嘅特色做老大家分享冇？歐米呢，從前兩禮拜個有黃金銅蓮花，很漂亮。給東江哎。現在4月是看鳳陽涌，要桐花季。說到好想去哦！真的，因為亞島 V 嘅台詞年報詞都非常的好，很原始這樣子。好，先來看一下第一次比賽嘅料理色彩係乜嘅咯。第一關為主嘅東西嘅食材係乜嘅東西？打開嚟俾大家看咯，看清楚哦。哦，貴族筍。貴族筍呢？哦，這個我非常喜歡，而且也懂對時。非常的對時這樣子，因為搶到呀菜體嘅牛年，是你望樹年望太高，比太自家來小嘅分享。望太高多謝哦，大家好。望太高，我們是不是老朋友？對，好久不見。喺這邊只來介紹下，你看歐米嘅貴族筍樣板來，因為歐米有加嘅歐米麩，太補水果啦所以嘅水分特別嘅充足。氣候有亞當潮濕嘛，所以水就最有利你看貴族筍來先生長那該過了呢，過了你看呢貴族筍，你看今日呢是來做一隻你看也來做 DIY 熬竹筍啊嘅活動。
希望台世界哈有限对来参与呢个活动，澳足笋個係澳足笋，嗰條呢做一隻竹笋大餐，計隻 DIY 活動哈，來歡迎台世界有限之類啲台灣我們啊，行聊聊，呢來推行呢個最好嘅最新鮮農產品，希望。啊，唐公今年係唔係要帶到啲乜嘅好食嘅東西做咧，本大家分享一下。最新研發嘅苦茶油、醬油炒貴族筍，來大家試試下。來吃吃看，呢方面來講啊，來，你做埋愛用油茶、醬油來炒貴族筍，因為貴族筍一般來講係好冷帶嘛，也好深色，所以你加你係醬，你自家種嚟醬，醬嘛，韓國自家做嚟嘅苦茶油，自家有隻工廠去摘苦茶油，也全部在地嘅食材，最新鮮嘅食材，最安全嘅食材，來去料理鮮味你啊，今日大家食嚟一隻苦茶油嘅醬油炒。你貴族筍，大家試試下。佢之前同針對嘅嗬，而且竹筍要凍嫩，嗰時佢唔會附，有啲人附茶油呢，佢會有嗰種香味，還加有薑麻油，這樣是比較新香料嘛。嗰時佢炒油時會有些提出嘅味道呢。它就是貴族筍哦，是佢咧身體會浪啦，所以要薑麻啦，讓它綜合一下。是佢咧感覺按用辦。凍好些哦，嗰時候呢，到歐米亞島邊竹筍真嘅是很針對，有那麼好的食材，唱太極卡一定要好好發揮哦。所以就來進行踢館嘅比賽咧。福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，用隨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家嘅明星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蛋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好，第一關嘅比賽呢，拿下嘅貴族筍來做料理，先來談看風吹做係乜料理咧？做貴族筍炒牛絲。啊，好，那你的嘞？哦，來到咱屬於講出來該彩名之前哦，先看一下，我們是有穿制服的哦，而且我們家若雲還是扛着家裡的牌子給壓力出來的哦。哪裡？他們家是做鐵板燒的。啊，鐵板燒非常好食咧。嘿，今年我做嘅料理係乜嘅？櫻花蝦炒貴族筍。拿出高檔食材啊！哦，好，看起來呢，兩家母都可以拿出自家嘅本領，而向下來比賽嘅。風吹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加油！咱們屬於信心冇？有。哦。好，既然太極都有新鮮發，等下呢，算到3，開始比賽咯！3、2、1，搶開始！姐姐可惜。哎，這個是一個傳統老創新嘅對戰。係啊，冇試過櫻花蝦炒嘅貴族筍。對，因為一定會懂香。可是我覺得關鍵係乜嘅呢？關鍵還是竹筍本身。對，好，先東海亞 W 的可能。好，沒啦，50啦，戰況都激烈哦。豆腐下面係安用吼。都按用看那個。哦。團馬啥都不開，負責主吹。我負責看而已。啊，欣賞。但是我看年唔要煮。他就負責學的。哎，負責學。還有用在豆瓣醬哦。兩條。豆瓣醬。他們現在已經進入2人世界，我們是打擾不進去的。那每一個幾種菜添，我肥係咪問題好嘅？好。哦，基本你係講羊嘅花醬，基本本滿意。不要，永泉，一定要給永泉哥回答。買車用啦，買車用。好，先不要打擾你，先來開始比料，我們先勾一看一下，這樣能兜轉來哈。他跟你一樣很緊張，在剝蒜頭。先拿進去燙。接下就講吼，若雲記得本身幾乎下好些可以個鐵板燒的店哦，會龍店哦。真的，我超愛吃鐵板燒的，裡都會龍蝦。那你知道他們請哦，我們是上海龍蝦哦。真的，乾爹。上海波士頓龍蝦。那個真的趕快叫乾爹，那個很好吃。但我跟你講，你知道他們家請的廚師是誰嗎？是叫阿 Q 啊。所以請到大廚煮出來。你看切菜嘅時間是為啲，
我看你们一定啥就不用太有压力了啦，今天就当成宽手嘞来学习就好。學先啊！对对对。啊，若云，你哋下係做體育也係讀書啊？哎，都有。哦，那你现在有男朋友吗？我没有。啊，我蛮爱吃铁板烧的。啊，你讀乜嘅？你讀什麼？也餐饮科，餐饮科你们。两个在私聊吗？私賴。对。你讀餐飲科哦？哎，走馬改為讀餐飲科，為什麼會讀餐飲科？你咪屁過伊咧？我先問過阿 Q 啦。阿 Q 都一人間嘅。高線啦吼。阿 Q 都嘅料理店地度最會煮嘅係乜嘅料理？全部懂開，全部荷包蛋啦，荷包蛋。好，等一下张坤来表演，因为现在还在前置。春節好咧嘛？春節好對，等一下你張來用鐵板燒嘅方式嚟表演，俾你看一下哈。基本嘅我煮嚟係肉圓，而來蒸煮。等一下我期待一下，用期待。好，跟以前加油，大家都進來哈。哦，謝謝。哇哦！哇！啊，永泉哥，你平常時最好是不用做嘅乜嘅料理啊？不用煮的大胖肉好吃。真的太強標準嘅老公咧。不說要打破一個民間傳說，講客家嘅男人做我們的家錯的，客家嘅男人都很疼老婆，可是新一代的不一聽啦，新一代不一聽。發財好嗎？發財好嘞。發財注意啊！同5分鐘。哦，當然你管還對通。哎，有時間的限制哦。其實永泉哥還是切得不錯。他真的是在看老婆煮菜，給真給他。慢慢來，慢慢來，慢慢來，慢慢來。那種貓咪兩片哈，就是要慢慢來，慢慢省飯。嗯。好，我們先過去，我們還在備料，等一下。等一下轉過來。哦，那條眉就加油哈。冇加油，冇加油。怎麼覺得給我們的戰況前面都一種異常的冷靜，有一些僵哎。因為兩片係貓咪啊。啊哦，對對對，真給浪漫，好浪漫。了解了解，後來說我奇怪，用那種很冷靜的感覺。慢慢的來。不然以前來參加比賽，準乒乒乓乓，哦，砰樣嘅。貓咪感應係唔係咁樣啊？慢慢做事情咁樣。從一步一步來。嗯。一步一步，聽聽來。對。啊，若雲你哋好炒馬改。你過去陪他炒啊！謝謝你 cue 我。對對對對。這樣我比較好靠題啊，靠題。你哋好炒馬改。先爆香。哦。誒，我哋個用係馬改鋪一個用啊，哪一個部位？那是你的心頭肉啦。哦。你們怎麼可以炒若雲？你們變成都偏聊了。等一下，我發現他爸爸皺眉頭了。時間在愛裡面是沒有時間限制的。哦，用吧。啊，你的口紅顏色用得不錯。你在撩妹嗎？你啦，處理乜嘅？想處理好咧？係處理好咧，你先炒牛。哎，人用有滷膏係冇？冇。啊，家料理功夫有天數高幾冇？有點樣動槍啊？哦，本身就有天賦。餐飲科啦，唔怕。怎麼會讀餐飲科啊？因為家裡也是開餐廳，就有興趣。哦。像用嘅法吼，而做嘅鐵板燒法，讓它去檢查都崩嘅，對不對？沒有那個平底。嗯。黑公，因為平底那個鐵板燒不是要2個一起嗎？應該是2個在一起可以做嗎？哦。做對啦。做對嗎？那你可以表演給我看嗎？哦。乜啥？你啊？他們考過鐵板燒師傅，對到嚟，那個節目嘅。哦，對，就是按鈕會彈一了哎。你會給他煮飯就會按哎。感覺豆芽菜可以上了。對。好，薑放進來，薑。哇！做乜嘅叫媽哋下醬表？基本上幾條牛還蠻凍熟，冇上乾，誒。哦。哎，你也過來啦，你也過來啦。啊。哦，擺盤的哦。哇
现摆慢快起潮哎。而且你看吉中傻这么恩爱的样子，我真的觉得是那个讲起欧美来就最美的风景。对啊，那讲起来就在个叫芒草啊，又西建的哦，那个摆盘不捏罗共走，好，摆盘不捏罗共走啦。抢回事。阿比有飙到，他们两个很在意有没有飙到哦。对啊，系啊。好，你聽聽那飆哈。哇，跟肉絲，哎呦，不同哎，糖都該嗶嗶嗶嗶上去，哎呦，你看，每次干嘛走？现在阿全哥吼在后面给他一个很坚持的支持。哎呀，真有。我猜怀玉姐哦，当初就是看上这个坚实的臂膀。对。好，继续加油！你等下都转来吼，好，等下回来。好，好，你可以那个抱抱一下。可以抱抱一下。对啊。可是给蛇皮大厉害。蛇皮大厉害。好，调味的鸦片。干系干嘛个酱啊？色也很好看。调班酱。哦，我们也加调盘酱哦。哎，可是我们是不是辣的？哎，又一滴的辣。嗯，哎，家下记到就讲吼，俩套菜吼，比介系貴族筍，又軟又斜麼。哦，用吧。啊，手袋吗？你的口红颜色用的不错。你在撩妹吗？你逼啊！人家爸爸又皱眉頭了。阿 Q 嗌唱歌下，跟住要落豆瓣醬落鹽 M 發下落去一樣，唔會變甜甜面頭嘿。唔會。你吃重口味哦。他趕緊，那是鳳凰鐵板燒都是要這樣子，這樣客人才會一直點飯呐。對呀。對。可以了，有差不多哎。從擺盤呢。哇。哎，你們的進度有一點快，我要去顧我們的了。哦，然後甜甜懂啊，甜甜懂。可以的，懂講哦，有飆到呢。你還冇飆到啊？唔怕，你就飆，你聽你的飆唔怕，來會平。來，你咩樣有做這樣喲？哦。不要放個鐵板燒，不要迷數啊你。對呀。注意一下時間哦。時間在愛裡面是沒有時間限制的，這樣子會愛個料理 ，OK？浪漫，動浪漫。對，我們要慢慢的慢慢的來。差不多了，還沒有，差不多了。快點排隊。好，加油哦！排隊。你看，按用九馬落去呢，就冇用米頭，因為要給竹筍炒肉絲哈，就一定要九馬的米頭，對不對？嗰天香豆。對。很香哦。鹽巴。你用豆瓣醬啊？嗯，兩片全係用調板。我想用鹹，我揀一些水。用鹹哦。水，沒關係的。水呢？我揀水嘛。好一點。好香哦！這樣就不用鹽巴了。我們差不多了，料理我已經差不多了，存到1分鐘哎。加咯。啊，吃米頭。沒問題。沒問題。他這個老婆煮的都我們對家不用懂欣喜。真的好老公，我們也差不多了。重盤的喲，重盤的�ô。好。是不是要重盤的？加啲調料嗎？倒數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水出來吃吃看那 T1管低度奈莫卡米西較好食咧。哇！先來我弄一下，可以下兩解，所以說可以來到擺到凍漿哦。全凍會擺盤呢哦。真硬呢。你們該不會也開鐵板燒？沒有，我們這個是熱帶雨林的造型。哇，加了水款。對，好，先來要倒閉，先生你也哈，都要夾到哦，吼，哎，你個豬牛有煸到，拜託夾那個最有煸到的吼。還沒有哎，很好吃哎。你條用嘅肉係斷肉肉誒。阿 Q，你這樣辦？哦，竹筍又嫩，哦，豬肉又香。那若雲呢？嘟好好夜市嗆發出來嘅是這樣嘅問題。很好吃，肉很 Q。肉很 Q 哈。這樣牛當 Q。阿 K 哥吃到補娘豬都樣辦？好食。好食。透超補娘，一成年就輕服服。輕服。好。真硬，然後好食。好，來溫水南水嘅。好，要加進百下個。
该进发哈就挺会食到哦。好，樱花香有这么夸张吗？好甜。好甜。进发哈吼，我们在讲几个梅吼要出来，它要增加啲食嘅层次，因为进发哈很好硬掉，所以配上那个软嘅贵族笋，哎呦嘟嘟好。要夸奖若云还是夸奖阿 Q？夸奖若雨，好，一操哎，厉害厉害。若雨很厉害，懂咱们的。怀玉姐吃到牛红白，要主要黑若雨妹妹炒哎呦，好吃的，很棒哎，很棒哎，阿有上阿尾足，真可以接管铁板烧了哈。爸爸脸绿掉了，还没那么快。好俩第一次的料理，看一下俩馆的成绩很用板，先抢鲁师傅，抢分数。哦，你好学铁板烧哦，让他看一下李师傅，总上鼓励一下哈。我拍不下去。你说。讲一下。去伊啊係講你係香梅啊，去或者係講你講炒竹筍，以前全部用你係蝦皮嘅，佢咪用你係或者係好替代佢個香梅啊，好啊竹筍兩片去炒落去穿。一盒是一切，正常切放水啊，冇強濃，但佢出正常梅嘅動態，佢最最正常就香梅，然後個係鹹香鹹淡嘅梅頭樣嘅啦，啊，李師傅嘞？差不多，也2盤其實也蠻多炒了以後食，但是都前後底位在前後出來一班，就因為做出來一片咧，就算較黏味啦。嗰個用油去炒較焦似咧，一片咧就算咧用油炒冇咁焦。同樣有油的香味，但是一邊炒較焦，將油變做水分。了解。今天呢算係實力相當，倆師傅呢只有幾次嘅 Q 咪來先一關，唔過一下呢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呢先來看一下，叫乜嘢？盧師傅帶來乜嘅4個料理要教大家咧？總鋪素滷菜。哦。三好人呢，居然你廚師帶來4個料理，叫咩盧師傅帶來乜嘅咧？蒜辣竹筍香素蒜辣，係咪泰式嗰種？係蒜辣蒜甜泰式嘅，當期待哦。所以今日而且有準備咧係泰式嘅咧係酸辣醬，加到有蒜頭，然後姜媽先切片咧，香菇，好喺貴竹筍很切好咧，好了到時係可以講泰式嘅咧，太奶。椰奶，哦，香菜啊，甜椒咧配色嚟混啊，係咧係燶，亦可以是我哋另外咧用到調味料，要用到米酒，兩碼嘅粉，一係蘇打粉，定下混咧係，等下有鋪嘅哦，係用鋪嘅，米酒到你啊，胡椒粉。泰國天氣嗰邊太剛好，定係有乜嘅問題？冇看詳細記得要問哦。好，用看得到冇？看得到，黏黏的。比如一下。係啊，其實我哋講按是川做的，你今日是用燶啊，冇是用嗰種釣魚啊，或者川做的。等下我哋教本我朋友嚟鋪啊。喂，你嘅廚師幫我。係啊，廚師幫我。幾時開？幾時開始？一邊我哋是嚟做咧醬料份。好。不然我先撈咧蒜頭，撈咧姜媽先煸下去。粉改徐這就嘛該會提倡大家嗎？因為像有些人還要再加蛋，要嗎？唔是，佢那邊唔是。哦。佢等下我哋會煸咧香菇係會作油。哎，從頭來做些，按個做咧白香嘅即啦。你按種朋友豆腐蝦，出嚟講，哎，我油會少當蝦東西，但佢都會驚，所以我出嚟教大家講，豆腐蝦是冷油，甜的白之後咧，你煸下嘢蒜頭啊，咧都鹹嘅炒火啦。這麼一撈一就出火來了。然後香味又冒出來。你果然是客家界婆婆媽媽的最愛，係啊，很體貼，師奶殺手。你這樣子把徐師傅不用都奈倒閉，還有李師傅。難怪我常被他冷落，很關誒。真的。哦，你還會鋪咯？你會鋪幾嚿啊？一鋪本佢背落要寫字做的，因為嗰啲切到凍寫的，哦，因為講桂梅啊，你下意思會鋪凍球。你一換款之後吼，咪等下炒嘅時間咪唔會散體咧哦。
唔是炒，伊个云粉还铺的，即个你酱料煮好的，即是淋上去，其实会做介酱，样样。料豆油两银擦擦啊，即个你是做咧用咧香菇下来，因为你也看伊咧能够冻到油，但是香菇下也是咧其实会做咧油。这样做料理还用的发香出来。用你做咧像糖醋鱼的咧放心，我一般你做咧糖醋像泡个糖醋鱼淋下去啊，吼，跟今应该是做咧涮来方式，因为咧天鱼吼有好热的时间，叫做你吃到遐涮来的东西啊，好开胃。可以平安。请问呀吼，现在莫用香菇，用杏鲍菇做得吗？做得啦，用杏鲍菇啊，吼，红喜菇啊、柳松菇啊，了了。菇类穿做得用，嘿。你看好生杏鲍菇黑吗？不过很爆拍嘅，可能應該色摸下好好看呐，所以師傅用嘅香菇啊。石木啦，了都要竹筍、條間啊、石木啊，了都穿嚟注意。啊，懷玉姐咧？杏鲍菇，遐是咧蒜辣醬吼，為下伊本去白香。鐵板燒會用這種醬嗎？較少。應該是比較少。較少，較少。哦，像竹筍，真係將佢泰式嘅較多，泰式嘅較多。哇，用米出來了耶！哎，我要提醒你一件事情，你要做水一定要有炒都有黏米哦。哦，刚刚有你用 Q N 你的粉丝哦。因为用咧酸辣酱吼，其实咪係代替佢條佢咪用嘅辣豆瓣。哦。冇用嘅辣豆瓣，放心。好，用啲啲水。水。哦，謝謝若雲。我難都冇話你講，要查一查。用啲啲水。水。哦，謝謝若雲。我難都冇話你講，要查一查。哦，謝謝李師傅。跳解，太過分。我用啲啲胡椒粉，用啲湯。4歲。我應該算胡椒粉。哦，便啲湯。哎，我冇想到吼，這泰式的也可以加那個胡椒粉呢。做得啦，做得啦。胡椒粉世界共用的。來，你椒底下用了啦，果油呀，用啲啲燃。感覺也很適合拉勾芡呢。因為甜甜的是不是有一點勾芡的？一定要勾芡。因為有咧椰奶後咧，準備用下去。哇！哦，這個可以哦。改嘛改椰奶，椰奶。懷玉姐，你認識過倆頭像這種泰式的料理嗎？沒。那個盤呢？你今天的鳥盤怎麼這麼低調啊？低調，你跟別人借的哦。低調啦，你講冇猥瑣嘅病啊，本來徛木馬咯。上一拜有拿一個吊橋來啊。師傅昨天教大家豆腐下鋪嘅時節，用翻嚟看幾熟，也唔。其實我哋會先看咧泡起泡，因為泡佢是代表佢嘅咧水分，好水分我哋佢熱倒。泡熱倒啊，代表啲水分啱啱泡起去，唔會掹斜啊。貴竹筍其實有動到種變化，一般來講嘅話，它趕緊就是嘅薄嘅椰皮糖嘛吼，睇下做吃可能用嘅方式咯。佢小個變一下吼，油吼落去出油嘅時間吼，其實會變到好斜啊。不用帶下。不用帶下。好。啲啊，佢撈嚟竹筍嚟淋上去。那我們那個香菜就得鋪一下嗎？未做鋪，但是佢一下會是會變色。哦。所以我哋要用後背這樣變。你啊醬料燒嘅時間啊，丟啲熱氣，哦烘一下時候咧，香味是會出來咧。哦，這個椰奶的味道懂沾到呢。哎呦。像倆下吼，防疫期間總得出國嘅時間吼，吃我們盧師傅的料理，就好像到泰國一樣了哦。哎呦，對不對？椒。哇，用水啊！好，蒜辣竹筍香素，按鈕就好食咯。
年呢十分厉害哦，董上司哈。好，先来出题目，长知识一下。咱一个客家人啊，非常陪送甲竹笋哈，请问咧嘛个意思啊？哈 ，A 是外送 ，B 是笋呢？好，马上来出签。若云，好，若云加油加油！好，来你看懂哦，各位。哦，剪刀石头布哈，剪刀石头布。不将不会后上的呀，竹笋都在黑马街。乖，知道嘞。咸呐。A 吗？哦，那就是做啲咸笋了啦，吼。选 B 啊。哦，都在答案黑马街嘞。有答案，答案是 A。好厉害！你小妹去太贵啦。因为咧尾枪送的竹笋啊，迄道毛背吼送出来的啊，有说我哋印度去的外送，吼，因为啦外送的音吼强弱啊，吼，了记尾吼，所以我哋是要去印度讲外送的意思。好。那个卡牌色啊，民生哥的外甥吃不到，那边先拿，外甥女的。OK， 好，OK， 谢谢。牌色哦，阿 Q。唔會。好，若云牌色哦。还是哦。哎呦，刚刚用泰国式的酸辣酱，哎呦。我講講，我哋用嘅酸辣醬而取代咧辣豆瓣。用濃郁順香佢就泰式酸辣魚嘅種味道，當真的喂，好好吃哦，好吃嗎？好吃，肉很细，又冻又有。牛肉夾泡到攞杯薯精嘅啲都會全嫩呢，非常真的喂。應該普過嘅東西，依家醬恁種嘅即係凍袂出嘅醬，所以我就係冇用嘅勾芡，就是用啲椰奶啊嗰啲。李師傅你講過咧。講嘅早到叔叔也將哦，一下雨哦，回到捉到嘅面是當特別開山，特別唔嘅。講到凍河，咁個若雲不相信。哦，若雲你覺得咧？有公平啊！好，那大家做的專業自家來製作可能按樣變做按樣，師傅嘅4個料理也變成你的私房菜按樣最後哈，好起來，隨就來進行。最杯米館的比賽咯！我是太總譜，兩嘴運用接力嘅方式，就自家嘅口味，做出自天嘅菜色。喺之前都唔知接力順序嘅情況底下，兩嘴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，殺亂紛紛麼？到底哪嘴真係真正嘅一家之主呢？你誰來上菜了？好，最杯米館我來進行到一個料理接力賽吼，我來看一下哪一家真係你嘅最杯米嘅太總譜哦。不過吼，先來強調下，總不是講一下兩款我煮嘅菜色係乜嘅？今日一個我煮嘅係茄子燒肉。哦，茄子燒肉，好，看起來我做冇做過嘛？有嗎？有，做得啦，做得。完全不是燒你啦，那就是鐵板燒大。沒有，舅舅會擔心，因為要燒肉，他家沒有鍋子。哦，對，鐵板。好啦，冇問題啊。等一下喺度看一下吼，馬上係提一屆、提二屆、提三屆。好，來，我們猜拳。棒子動中了。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。好，來先賢。好，因為這個很重要，來問若雲來。讓我來選好不好？哈，這個2選1好了，我覺得這個好不好？中間，那你幫我拿。來。現在什麼意思啊？對啊，快快啊！拿起來。哦，第三名，恭喜第3名。走的。好，要問我哈，我先聊着。好嘞，搶坤。第一。哇，體力感。如何體力感？好嘅開始就係成功嘅結天，好嘛？成功嘅就係看體育棒嘅。係啊。好，隨住嚟進行最杯米館嘅比賽咯。得啦，如何我去到 C 位啦？準備好嗎？好了。準備好了，好，馬上開始。好，來咯，我已經想好勢嘞。先看你一片好嘞，好，做得冇？可以。
我们的虫哎是七嘎中哎，我跟你们说一件事情，春分高铁抢秒时间，而是虫哎不成体，拜托怀玉姐。冲入了，冲光和崩溃了。崩溃了，好，那个怀玉姐跟这个 Annie 阿 Ken 泰狗哈，要出料理，我们来 taste 老太太 sell 给一下好吗？有青椒、红黄甜椒、洋葱，还有肉片。哦，硬澎湃哦。港澎湃。你家下要睇看，嗱啲冷水雞片準備嘅料哦，其實看起來差唔多。呢啲係準片肉冇強濃啦，你看家地嗰啲一道係豬肉啊。哦，係豬肉。錯，這個算是老鼠肉嘅部位嗎？應該係哦。最貴的。是嗎？跟你講，我像豬肉店特別牛的吧？對啊。那一塊肉因為最多牛買，因為最嫩嫩的。一樣3等份。你不用擔心我，你不用擔心我。你剛才是抽到第幾棒？第三棒啊，上一次也是以第3棒的時間輸嘅。所以200讓轉來看下。真的，我替九九擔心了哦。好了，你慢慢切，你要一看肉雲呢？對。哦，我要去看肉雲。你要看肉雲。用錯。你看，它的菱形切凍好哦。啊，雞肉係滷過嗎？係滷嗎？用煙辣你嗎？雞肉辣嗎？早嘛嘅兩套菜，我哋會先嘅雞肉來做啊，因為呢條先嘅係豬肉。豬肉。基本嘅貴族筍是用豬肉咧，還是用基本用雞肉來呈現？係哎呦，有變化啦。有變化，冇咗冇是豬肉。等下用破嘅嗬。用破。鹽巴還有味素。那就冇味素，做啲用嘅湯胡椒粉，然後還有米酒。湯會嗎？糖要嗎？它沒有味素就要一點糖吧。一啲啲嗬。啊，比較多一點。好，先幫你做一下，我要去看一下民主節了哦。好。天意鬼可以是冇強榮的哦，唔強肉的哦。因為我要讓我們這隊贏。永泉哥。等下佢就會做嘛嗰種。過油啦。我來講。過油啊！我來講。過油啦。過油。全糖多嘞。好啦。呢條嘅肉係切片嘅哦。切條啊，切條。我切條。長會切條哦。因應該辣你啦，係啊，辣你。做得煮一盤樣辣肉類啦，係啊。這樣可以，因為我們這個就是這樣的。這樣就好了。對啊。沒油過，我撒點水炒嚟呢。油過唔怕，撒點做俾你啊。是。等下馬上提嘅。好，懷玉姐。好，馬上來了。要過油。開講。做得啦，好，來開火。掹開哦。你看到油係嗎？是不是要把佢了把山來咧？把下二鋪嘅時咪散開嚟啊？真的嗎？喂。好。時間預算哦。好，等下等過來哈。好，過來。真哦。哇！阿 Q 嘅挑醬哦，我睇下小解一下，應該醬就加埋東西，一邊做一邊講。還有加湯，加啲鹽，加啲醋，還有番茄醬，有點像那個糖醋嘅感覺。平常去到鐵板燒，就按功夫嗎？它是原味的比較多，它多原味的比較。你也看得。溫度做得到。你又在先進了。一下死我哋哦！哎呦，太熟了啊！其實來看阿 Q 做吼，都按心嘛。只是我要提醒你一點，要趕快，這樣留給第3棒的工作內容會少掉啊！啊，對，你慢慢做，你聽聽那個啦。天意介紹他們來做好嘅。你一到這邊做啊，就煙霧而邊啊！你負責擺盤時候咧，你本地唔免唔涼啥，本地嘅錢都幾賺。睇下都地睇下都地。你看出了幾條嘅目的咧哦。我們的目的是要救你們。我們不是要害你們。那個破吉油。菠蘿有啲了金黃色。好，看到你溫份呢，我有點擔心，我那邊我要先回去，拜拜。要我冇按過去，中央會同論。我嘟嘟我說，你高頭都會硬嘅，因為冇撞款。哦，嘟嘟好。嘟嘟我說，就千祈萬唔好硬。雖然冇款嚟，但千祈萬唔好硬。係用切一倒下去，係咪？倒下去。哇，蒜片還沒切。蒜片，唔怕，你天天切，還有時間。
那酸品还用煸的呀，还用用煸的，用煸的，没用口味哈。哎 OK，干等下先调中嘛。等一下不用用全哥调哦。调。你酸调冰落去冰，然后去怎个调中就还没差啦。啥冰啊？冰嘿，冰嘿。用全哥你总得做哦吼，你看还没你时间哦。先过你这边。先过去看一下。好，哎，如果阿 Q 已经让我们做团用，你等下喊surprise吧，自己知道哈。假使来新购啊，我就去应征，这样好不好？太好了，一定要6线机哦，拜托，拜托。现在做到哪里了？可以拌炒了。提上个准备嘞，等一下我炒码给让他讲一下。惨嘞，你还安用讲啊？最近发给十三还有一点时间啊，是十三啊。哦，快点。时间到，好，让人快活。2、1、3，好，哎，好，阿 Q，我要带你来旁边抽奖咯，会加油吗？哎，非常的开始，大家让人加油了，加油！高油，过来，多改些嘞，乱讲，洋葱跟大葱挑线哈，哎，妹妹酸跳啦，你还葱挑啦，酸跳。我刚刚还真的想听那边的嘞，炒不你散贴了，炒米熟，一种料可能挑好了呀，按做得啦，酸挑做得好了哦，挑好了就挑好了，我就不怕啊，太多。啊，就料头炒的。好，要做得吗？哦，怕掉嘞，哦。哎，如果阿 Q 已经让我们做团用，你等下喊surprise吧，自己知道哈。假使来新购。啊，我就去应征，这样好不好？太好了，一定要6线机哦，拜托。好，哎，你过来可以调边嘛？好，好香哦，姜的炒。姜是边来？不是紧张，甜甜又来了。应该都没人都甜甜的。真的啊？真的。泰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平常对你都会讲出的。你不要上。一样，我们全部下去了。加油天数啊！来表，好，来表，来，声音。泰国慢慢来吧，慢慢来。我加粉的毛啊，葱给落去啦。冇只葱冇鱼冇了好多。再个若果冇听筒啊，两记手边。慢慢来就会啊，冇紧张啊，慢慢来。哎，我们就要慢慢的来。对，慢慢的来。太近，你吃一下鹹淡一下，你吃一下。有鹹麼？哎，可有鹹麼？做什麼？那吃，你吃。啊，对对呀。可以的，做的吗？可以的，那么醒干嘛？要装盘了吗？差不多，看。等下太近来天数一下，我们等下上都上来哈。好，我你这边讲。哎，我们要盛盘了哎！哎，要切梅头吗？不应慢慢秀，要切梅头吗？可是有时间到哎，剩1分钟了嘞。等一下，我跟你讲时间。还吗？慢慢不去秀一下以后哦，大概呛掉，然后就杀青。这个台词是谁跟我讲？可是我们是不是时间快要到了？昨天干了吗？是。翻锅吗？翻锅。安容易了，我俩出锅嘞。哎呦，我前提只能自己吃哦。你俩有变啊？没变有没有？你刚刚有变动吗？没有。而家動見，唔敢啷開玩笑。哎，做得嗎？哇，一幫你食飯。哎，佢講嘅完全冇標準嘅啊！我嘅阿 Q 調好嘅。阿 Q 調好嘅。係啊。呢啲好是甜，又係好是鹹。鹹哦。好嘞。等一下，他們在。我們不要聽他們亂講。時間不多了。好。擺盤。 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所以來試試看下最杯麵館那部卡張係你嘅太重譜咧。好，呀，最杯麵館地圖都在那部卡張會係你嘅太重譜，等下呢用可能唔拉先來試試看呐。 从我们红队开始，你要那个牙又跟哈波开有酱汁给评审吃哦吼。
不要好吃到讲不出话来，好不好？太感动了。永泉哥先来讲。形容嘅幾位半樣煮係好食。哦。那我们觉得嘞？感觉真的是很下饭。是很下饭哦。阿 Q 嘞？好食。好食。然后干咪，而且呢有老大众嘅色彩全部夾用下，所以融合为一体，非常和谐又夾好食。本來是冷吹嘅呐。也干肉好食哈。干肉吼，虽然係雞胸肉，完全吼唔會老，唔會硬。該茄子在梅頭，真的是謝謝阿 Q， 阿 Q 自己挑哦。跟牛脯都當香，牛脯都當香哈，很好吃，真嘅。好，比上嘅後生哈，水就來評分了。亞視界先搶魯師傅搶分數。哈？你是明知道。茄子呢，唔怕，立即用李師傅搶分數。魯師傅，你講一下你嘅良心吧。其實我佢看你嘅醬料啊，所以叫好嘅普通式嘅或主食菜是較油嘅注意，看看你醬料，你看佢料到會好油一啲啲啦，所以喺普通式嘅這些都係處理嘅這可能好嘅注意量呢。其實兩片嘅口味哦，穿一盒啦。給特別香油，那不會先放的啊。它最後面不是有倒油邊嗎？該創條會是聽過油啊，我哋唔係用泡嘅，你聽過油長會甜，假使它有一種嗆嗆的味道，長唔好食咧，是不是這樣子？不是哦。好啦，講一下，公平一下。伊要拖茄子燒肉，給它剔色哦，就係茄子嘛。啊，給鴉片的茄子較有臭度，有熟度。我給番茄醬的比例有較純一些些咧，所以我會選鴉片比這邊較符合一個主題啦。哦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我們幸福美滿。好，今日比賽呢有一個數樣趴。風吹得到1分，南吹得到3分，恭喜！來，頒獎！恭喜咱水做得得到3000塊嘅加菜金，把票你做得應聲咯！恭喜人哋那邊得到2個係鈦金鋼刀劇組，恭喜！我問一下吼，今日阿 Q 吼來到呢個節目吼。要學到乜嘅？要歡喜麼？要買感想，讓大家講一下。今日咧當歡喜，雖然提擺來了錄音，當緊張。唔會啊。就是按到好朋友，阿免袂做咧，像咧因來倆錄音啊嘛，咁用因來嚟大家來倆聊。若雲讓大家講一下，今天參加的心得。很特別，而且看這個節目看很久，終於有可以上來的機會了。然後剛好分隊組了，這樣。對。好啦，有放心嗎？有開心嗎？很開心，很開心。有開心。好啦，航班還有機會哈，帶爸爸來，帶靜靜的挑架來看看，我們會不會更厲害？好不好？繼續拿架彩金。好，謝謝。好。先來問下懷疑姐，今日參加心得，老大家講一下。當歡喜今日來參加一家之主的牛羊，然後又是到大廚煮的菜，都好食。咁阿健哥，老太太分享一下你要不要參加心得？做得看到台廚煮的菜，韓國對方煮的菜也十分好，按照應該是第一，下邊個醬料很容易挑，謝謝。真嘅，恭喜！無論用飯啦，還不用做還好活哈，哈，對，不管怎麼樣，就是老婆做的一定是最好。而且今日這一定的。冇錯，好，今日呢來看到2歲嘅潛水站都非常歡迎，因為他們呢都是我們的忠實的觀眾朋友，大家都當初來參加呢個節目嘅比賽呢。係啊，假使哦，你係兩公婆哦，你感情動好啊，也係你切家福下係開鐵板燒來 PK 一下，將夾夾來報名參加咯。冇錯，你依家資助等等的就係你哦，歡迎 Q 下來報名，你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